麥當勞叔叔之家俾咗一個地方，唔似一個病房，只不過係俾咗一個好歡樂嘅一個環境，直情唔記得咗佢自己係有病。大家都係守望相助啊，令到佢哋入住呢度嘅時候咧有家嘅感覺。呢個好重要，因為有病嘅人都希望第一時間可以翻到屋企。所以咧，家長就可以好安心咁樣去照顧佢哋嘅小朋友。願你心裏有共情和慰問，交給我化作聲音，編寫愛心，熱戀別人，同夢最可愛和陽光貼近，一張臉凝聚笑意，盡見天真，我願抱緊，來愛護並過問，貧或富樂同行，將心中的暖意盡快熱能成就自信心，憑信念互靠近，將美善贈予人，心中開始富有是快樂人。家長啊或者義工朋友都係喺呢幾年裏邊仲喺度，咦你仲喺度嘅？出嚟唔係，我係嚟陪啲小朋友玩啊！好溫暖咯，覺得將個愛一路咁樣承傳落去咁樣。而同時要關注，這是全民責任，分享愛這一種窩心愛心，實太萬能。同來吧，去擁抱同孩的信任，只需要存着眷顧，熱切關心，笑着抱緊，來愛護並過問，貧或富樂同行，將心中的暖意盡快熱能成就自信心，憑信念互靠近，將美善贈予人，心中開始富有是快樂人。我發覺唔單止麥當勞叔叔之家係幫咗呢個小朋友康復，而且係幫佢哋個思想長大咗，同埋都係好積極去面對呢個困難嘅。有句説話啦，同病相憐。所以嗰啲人要聚翻埋一齊，去講啲經驗啊，令你去舒緩下個壓力。咁佢哋嘅心情會自然會放鬆好多。麥當勞叔叔之家係好值得大家支持同埋鼓勵嘅。